后皮的茶具菜，低头音乐走卡。阮原来是伫1993 9月16下晡3点伫台台视听小剧场。2023 30年后，同款伫9月16下晡3点，同款搁办一场，同款甲录落来甲出版就对了真正足无简单啦阮这个音乐会一开始是先请这个吴志宁先弹片志玲志玲因爸呢吴成老师吴胜老师先出来先念一个诗，因为这个吴胜老师特别为着杨贵第二公主杨健写一个诗因为吴胜老师定甲阮讲你毋通咧关怀这个政治受难者，敢若关怀受难者本人啦，嘛是要关怀伊的家属啦，有时家属啦、某啦，还是囝啦、孙啊迄压力佫比本人佫较大啦所以吴成老师先念一个诗献予这个杨健，就是杨贵的第二公主。而我留意到你飘向远方，蓝烟阴郁的眼神。1949混乱的时局中，你父挺身而出，呼吁和平，跨海来接收的政权，却以机枪声回应群众，以逮捕回应你父，并刻意污蔑，囚禁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四散流离，暗暗吞咽屈辱的眼泪，生命途中严重扭曲变调，时局悄悄翻转，历史给予你父平反，还给你父声明，你只能作为解说员，荣耀你父的文学，宣扬你父的传奇事迹。没有谁问你如何还给你，至少免于经济的童年，至少免于歧视的青少年，至少免于困厄的中壮年。也没有谁问你的子女怎样承担家族暗沉沉盘踞的岁月阴影。当前舆论要求你们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恕，最好失忆，向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者靠拢，求得和平。在不同选择的争议冲突中，家族成员因而列离，各自形成一座座孤岛，对望而相互怨怼。这一场集体大暴行超过一甲子，家暴者匿迹无踪，始终未出现认错认罪，甚至安享家暴的犒赏，传给子孙。没有谁向你解释清楚发生过什么，你的眼光从无怨恨呀，只有悲郁，只有阵阵烟河，一声比一声苍凉，一声比一声衰老。家暴者始终未出现，你确实不知该宽恕谁，即使握拳，只因胸口隐隐作痛，不是为了挥向谁。即马这个
吴成老师念念的吼，就休困，就落去下骹听音乐会，安尼就请吴志宁志玲啊吼，吴志玲阿玲啊甲这个诗写做歌请做咱9月16 2023 9月16杨贵音乐会的一个 open 1949混乱的时局，父亲挺身而出，呼吁和平，跨海来接收的政权，却以机枪声来回应人民，逮捕你父亲，刻意污蔑，穷尽他在这被社会遗忘的角落留给你的兄弟姐妹，流离失所，暗暗吞下屈辱的眼泪，像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者，靠拢握手求得和平。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是赢。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时局悄悄翻转，历史给予你父亲平凡，还给你父亲生命，却没有给你任何说明，也谁有问你如何还给你至少免于禁忌的童年，至少免于歧视的少年，至少免于困顿的中壮年，向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者靠拢握手求得和平。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是赢。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加害者从来没有道歉。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隐隐作痛，隐隐作痛，隐隐作痛。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了呢，阮就有机会去真侪无共款的所在，譬如讲阮有伫即个2024 5月的时阵去中华，因中华即个赖河纪念馆赖河即个基金会，因伫每一年的5月拢会办即个赖河音乐会啦就是即个赖河生日的前后啦所以当做赖河日就对啦所以阮有去即个赖河的即个纪念会，共款唱
这条吴志宁吴胜老师合作的这个握拳，不是为了挥向谁，拳头舞弹的不是要讲相拍就对了1949混乱的时期，你父亲挺身而出，呼吁和平，跨海接收了政权，却以机枪声回应人民。逮捕你父亲，刻意污蔑，囚禁在这被社会遗忘的角落，留给你兄弟姐妹流离失所，暗暗吞下屈辱的眼泪。向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者，靠拢握手，求得和平。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是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翻转历史，给予你父亲平凡，还给你父亲生命，却没有给你任何说明。也没有谁问你如何还给你至少免于经济的童年，至少免于歧视的少年，至少免于困厄的中壮年。向下令家暴的集团继承者，靠拢握手，求得和平。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是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加害者从来没有道歉，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作痛，隐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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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痛。我全不是为了会向谁。阮嘛有去真侪无共款所在，比如讲2024的这个4月4月7號台中有辦一個自由路上音樂節，這是要為着紀念這個鄭南榕乃朗自焚的這個紀念日啦所以每一年的4月伫台中攏有一群少年的辦這個自由路上的音樂節。阮迄時嘛拄好這個志寧吳志寧嘛有到現場去唱。所以我嘛含有做伙合作，所以嘛真感恩啦感謝這個吳成老師、吳志玲把這個詩貢獻出來，把這個詩寫做歌，真感恩。在這被社會遺忘的角落，留給你兄弟姐妹流離失所，暗暗吞下屈辱的眼淚。向下令家暴的集團繼承者，靠攏握手，求得和平。
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是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悄悄翻转，历史给予父亲平反，还给父亲生命，却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有没有谁问我如何还给我们至少免于经济的童年，至少免于歧视的少年，至少免于困难的中壮年？像下列家暴集团的继承者，靠拢握手。求得和平，求得和平。学习包容，收敛怒目，学习宽容，最好是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家暴者从来没有出现。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加害者从来没有道歉。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只因胸口隐隐作痛。隐隐作痛，隐隐作痛，隐隐作痛，隐隐作痛。我全部是为了会想谁。自头皮炒韭菜，里头用到灶脚。